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看佛光山的创办人星云大师，人生圆满，长辈阿嬷去做仙咯，正当退休，才97岁。星云大师15岁受戒，伊的一生拢咧宣扬佛法，希望世间人向善，互世界更加美好。70年前，星云大师接受到地主的邀请，开始伊宣扬佛法的生涯，为一间小小的菜场。讲经念佛开始，一路拓展到世界5大洲。星云大师嘛是台湾头一个就电视来讲佛法的出家人，就是伫咱华视咧讲佛法。30年前所讲的道理，30年后的今仔日也是真下用。咱就做伙来看星云大师珍贵的画面。做任何代志拢真用心，写毛笔字的过程嘛专心写，连心两字，一路一摆搁一摆节目专访，互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更加会当接触佛法。你不能到了30岁以后啊，这个学业也文成，这个事业也不懂，做人处事都不行，那这个。你就浪费了你的青春了。伫咧江苏出世的星云大师，腔音真重。70年前，弘法的出发点就伫咧宜兰，大多数信徒拢讲台语，大地主就斗相共做翻译，深爱佛法用字真浅，甲听有够有路用的话讲出来，就算是30年前讲的，大家嘛是感觉真帮赞。各行各业，你在40岁以前呢，一定要有基础。那没有基础啊，这个40岁以后，体力了、志愿了都不见了，所以应该要在40岁以前，把这个事业啊，要完成起。有地主想到逐摆弘法进前，星云大师从来都无事先讲，伊要讲的内容，拢是想到就来宣扬。信徒大部分拢听有伊伫咧讲啥。就你40岁到50岁，你自己这个孝有所成，事业也有所成，你要回馈社会，要福利人权。比方说要热心公益了，啊，哪里需要我们帮助的？给予人家一些帮助。逐礼拜去宜兰讲2摆经，安尼做超过10年，嘛来到台北市演讲，真受到欢迎。尾也开始伫咧华视播出监督，星云法语等等节目，过来出家前电视访法。星云大师拍开过来先河，伊的这样有名是星云大师这世人宣扬佛法的志愿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